问题囡仔容被遗忘伫校园，也容易成为政府保护网以外的族群。这群适合又搁死的少年朋友，不但仅身处伫咧碰风之路，更可能陷入未知的危险。而且不只是离校本身，就连家长也是需要被支持甲协助的对象。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希望借由这次公私协力的多元团体课程，带领家长去思考、去学习，甲囡仔重新建立正向互动的关系。所以他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会容易抱怨、埋怨不好，都是别人的错，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可是在这边呢，他会想，嘿，遇到事情了，我们要互相帮忙，然后呢，要往正好的方向去想。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课程，引导我们的家长，好，因为其实孩子会走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的家庭状况，好，家长他可能是失功能，或是家长他在亲子教养方面的话，他可能会无所适从，好，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来协助我们的家长，好，让我们的透过家长一个增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引导回到他正规的路上。承办这次讲座的台南市离校协会理事长叶纯珍表示，协会辅导青少年已经将近20档，累积真侪实务工作经验。透过举办这堂课程，会当让家长了解如何陪伴甲鼓励囡仔行回正道。今天的课程让我们家长可以检视他自己对孩子平常在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可能他要去跟青少年或者是那个儿童要去我们这些中级生去做一些沟通的时候，他更有方法。离校协会创会理事长施俊君表示，根据协会多年辅导经验，发现除了离校以外，通常家长也是需要被支持的重点对象。这家长可能是成绩低能、甲沟通互动的不足，造成亲子之间的问题。因此，协会理念就是提供家长甲囡仔相处的相关知识甲技巧，并借由团体课程，还是建立正向沟通的新模式。未来协会也持续甲家庭教育中心合作，办理一季一出的相关教育课程。但是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